唔緊要啊，跟睇唔到啊？攞聖經啦，咁睇唔到就攞聖經啦，要去到最大噶啦。攞聖經，今日讀聖經啫，主要讀聖經咧，睇羅馬書啊，我攞本聖經俾你，去個櫃度攞本聖經俾阿英姐。個櫃度有個聖經攞俾英姐。好大嘅咯，未有嘅，唔係咯？再擘大啲啊！你幫我，佢個 screen 點樣擘大？呢個我唔識擘大。聖經好細喎。得啦，咁咪得啦，交佢。唔係俾阿英姐嘅啫，英姐嘅啫。咁咪得啦，thank you。羅馬書，今日講羅馬書。嚟到啊！你嚟睇聖經啦，睇電話啦吓。擘到好大，我哋睇第一章啊，我哋羅馬書好，我哋先祈禱下。基本上都係我哋感謝你，我哋主日學能夠嚟夠學習你嘅話語，求你真係俾我哋有一個我哋話語嘅心，將你嘅話語藏在我哋心裏面，免得我哋得罪你，俾我哋能夠聽道亦都行道，保守我哋嘅心思意念，垂聽禱告，奉主耶穌名求，阿門。我哋講道講羅馬書，主日學又講羅馬書。希望咧就大家都即係對羅馬書有更深刻嘅認識，因為講道咧都係要講啲比較即係主題一啲嘅，咁冇咁細節嘅，咁主日學咧就會講到細節啲，加上咧我哋會花啲時間去讀經，花啲時間去讀經，羅馬書我哋先講羅馬書先吓，幫阿 Victor 搵唔到。我俾我聽聽啦，唔得，開就一開就揾到啦。唔錯。擘大啲咯。唔緊要啦，我下個禮拜攞本大啲嘅聖經嘅。夠唔夠大？下個禮拜我攞兩本大聖經嚟，已經睇到噶啦。阿蘭姐睇唔到啊？阿蘭姐睇唔到啊？你聖經都睇唔到啊？冇聖經啊？我有，我呢個超級大，一定睇到。唔緊要，我攞俾你。睇到啦，揾到啦。OK，羅馬書咧，先講個背景先吓，大家花少少時間講個背景。羅馬書當然喺羅馬寫噶啦，係嘛？明寫俾羅馬噶啦，唔係點叫羅馬書咧？但係你要明白一樣嘢，保羅並沒有建立羅馬教會。我哋喺粵語小組講到保羅嘅生平，保羅建立咗好多嘅教會，喺佢第一次嘅旅程、第二次嘅旅程、第三次嘅旅程，建立好多嘅教會。當然係哥林多教會係佢建立噶啦，以弗所教會係佢建立噶啦，係嘛？仲有其他好多嘅教會係佢建立，有啲甚至喺冇聖經冇記載嘅書信嘅教會都係保羅建立嘅，尤其是係第一次旅程嘅就咩哥比念嗰一大堆啲地方咧都係保羅建立嘅，但係保羅並沒有建立羅馬教會，因為保羅我哋等一陣會睇，保羅係好盼望、好希望去到羅馬見佢哋，咁羅馬教會從何而來嘅咧？好多人相信羅馬教會咧係當五旬節嘅時候，有記得《使徒行傳》五旬節嘅時候，好多人去到耶路撒冷，喺即係四圍外州嘅地方喺中東嘅地方去到耶路撒冷，喺土耳其嘅地方去到耶路撒冷，當被聖靈感動嘅時候，聖靈降臨嘅時候，記唔記得門徒講方言講
講不同國家嘅語言啦，係好多學者相信係嗰陣時候喺羅馬去到耶路撒冷敬拜嘅人，聽到門徒講道信咗主，翻去羅馬建立教會嘅。有啲人亦都講係彼得係去到羅馬去幫助佢哋建立教會嘅。但係羅馬呢個教會係唔係保羅建立嘅。但係羅馬書裏面最重要嘅係講到救恩。我哋頭先我哋講過外邦人唔信耶穌，唔信神，犯罪，猶太人有律法又犯罪，世人都犯了罪，所以我哋係需要福音。羅馬書加上羅馬書嘅特質咧，就係話羅馬書都好多討論，好多思想嘅討論所以其實係唔容易明白嘅。有啲係即係好似法庭辯論咁樣嚇，我會有啲法庭辯論嘅感覺所以咧我哋會花啲時間去詳細啲讀羅馬書講到嘅時候會講啲重要嘅地方但係之後咧我哋加強版呢個所以我哋知道更多我哋花啲時間讀羅馬書啦。一個人讀5節好唔好？一個人讀5節。難睇電視睇到咩？睇到你睇啦。讀5節一人讀5節我哋讀多啲聖經。呢次主日學唔睇 TV 啦，睇 TV 睇到轉嚟轉去咧。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論到他如此，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我們從他受了恩惠，並使徒的職分，在萬國之中叫人為他的名信服真道。好嗱，我哋留意第3節同第4節保羅嘅書信咧，好容易知道係保羅寫嘅。保羅因為寫信咧，永遠都係把自己嘅名寫上去先，所以希伯來書咧成日都係俾人即係質疑係咪保羅寫嘅，因為希伯來書從來都冇保羅嘅親筆簽名。咩意思啊？你睇唔睇一開始耶穌基督僕人保羅，一定係保羅寫噶啦。你所有嘅書信保羅嘅書信都係嘅，一開始係耶穌基督僕人保羅。但係希伯來書咧開頭係冇寫到邊個寫嘅，所以好多人懷疑書並不是係保羅寫嘅。你睇希伯來書嘅結構咧，都可能相信係唔係保羅寫嘅，因為你睇到保羅嘅寫書信嘅結構咧，你係睇得到嘅。因為點解咧？佢一定有問安結尾嘅時候咧，亦都一定有祝福。你睇希伯來書咧係冇嘅。好啦，我哋翻嚟睇啦。我係耶穌基督僕人保羅嘅書信神嘅福音是神，這福音是神從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喺新約聖經你睇到聖經呢兩個字咧，你唔好以為我哋睇緊嗰本聖經，一定唔係。點解喺新約聖經你睇到保羅所寫聖經呢兩個字咧，永遠都係指舊約聖經，因為新約聖經係咩係未寫成嘅所以喺新約聖經你睇到聖經呢個兩個字，喺呢個提摩太前書講到聖經是神所默示的嗰陣時係未有新約聖經噶，永遠都係指舊約聖經留意下。OK 講到耶穌基督嘅身份因為整本聖經主題嘅主角都係主耶穌論到兒子我主耶穌基督係按肉體按肉身係大衛嘅後裔按靈咧就係神嘅兒子所以我哋講到咯，耶穌有兩個身份，個又係人又係神我哋常嚟講係又係人又係神OK 好，咁蘭姐麻煩你啦，錄到第10節其中也有你們這蒙召屬耶穌基督的人。我寫信給你們，在羅馬為神所愛，奉召作聖徒的眾人，願因為平安從我們的父神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我靠着
那我靠着耶穌基督為你們眾人感謝我的神，因你們的信德傳遍了天下。我在他兒子福音上用心靈所侍奉的神，可以見證我怎樣不斷的提到你們，在禱告之間常常懇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終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們那裏去。好 ，thank you，唔該嚇。第8節留意下 ，OK，留意最尾嗰句啊，佢講到話啊，為要你們眾人感謝上帝，因為你們的信德傳遍天下。羅馬書叻喺咩度啊？羅馬教會最叻係咩啊？被出名嘅係咩啊？最出名嘅係信德噶嘛，係嘛？傳遍天下啊嘛，值得保羅驕傲嘅係咩啊？信德噶嘛，啊，信心啊。雖然呢個教會唔係保羅設立嘅，但呢個教會最出名嘅地方係咩啊？有信心啊，信德。唔寫信心啊，寫信德。德係德行啊嘛，佢除咗信心，仲有德行啊嘛。啊，所以我哋成日講要有行為啊，要有行為嚇啊。嗱，你留意啦，第9節嗰度講到話不住的提到你們懇求第10節啊，懇求常常懇求，就或者照着上嘅旨意，能夠平坦的道路去你們那裏啊，即係話保羅係好想去到佢哋當中嘅啊。第10節我哋得高翻少少終於能夠得到平坦的道路去你們那裏去面後面嘅第11、12、13節都係講到我好想去你們那裏OK，Alice 麻煩你11到15節。因為我切切地想見你們，要把些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使你們嘅堅固。這樣我在你們中間，因你與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樂。弟兄們，我不願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地去往你們那裏去，要在你們中間得些果子，你們在離開我嗰人中的人。於是到如今仍有阻隔。無論是希臘人、化外人、聰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們的債，所以情願盡我的力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我哋睇到啦第11節講話切切的想望你們12節第12節話在你們中間第13節往你們那裏去，即係意思話保羅並冇去過羅馬教會嘅，其實都同羅馬教會一啲都唔熟悉嘅佢寫信俾羅馬教會係知道，聽到信德啊嘛，聽到嘛係嘛，佢哋有信心有德行，咁好開心，寫封信去俾羅馬教會羅馬教會並不是係保羅建立嘅咁我哋知道呢個背景之後，我哋嘅睇羅馬書，我哋就知道覺得咯呢個好唔一樣嘅以弗所教會係佢親生嘅，好似親生仔咁樣哥林多教會係佢親生嘅，雖然教會多事幹，但係親生仔咁。但係羅馬係咪佢親生啊？羅馬唔係佢親生嘅，只不過係咩啊？哇！聽到呢個教會唔錯喎，有啲德行喎，寫封信去鼓勵下佢哋啦咁但係羅馬書喺整個聖經裏面嚟講係非常重要嘅一本經文，因為講到救恩，最主要講到救恩我哋開始就講咗咧，點解要救恩啦？記唔記得啊？第1堂、第2堂喺呢度咧，我哋都讀一讀啦但雖然係講咗16節到20節，阿英姐麻煩你啦，16到20。不以為因為此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人，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之信而經上所記的，
我記得原來神的威力從天上顯示在一切不恥不義的人身上，就是那些不義阻擋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顯示人在人心裏，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聖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顯着所做的，顯着所知的，就可以顯得叫人可推託。係，唔該。嗱，好讀得好好，非常好啦，已經。第一章最重要嘅20節啊，你嘅聖經係你嘅又好，係電話又好 highlight 佢，點解最重要啊？好多人話，喂，你哋講又話要信耶穌，唔信耶穌又要落地獄，咁我都唔知，咁做咩要我落地獄啊？你冇理由，我唔知要我落地獄噶，知定唔知啊？知，點會唔知啊？聖經講到明啊嘛，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然眼不能見，但就藉着受造之物就可以知道，無可推諉。好多醫生，我上次講過，好多醫生信耶穌，當佢信耶穌佢話佢未做醫生之前唔信耶穌噶，做咗醫生信耶穌啊？點解啊？哇！一打開個人去研究一個人，呢個人咁神奇噶，係嘛？我哋曾經講過啊，上次講到講過，人有一個治癒能力啊，自己康復嘅能力。哇！點解咁神奇噶？人一個有一個保衛嘅能力啊，有細菌嚟去打啲細菌。哇！點解咁神奇噶？一定有一個創造主，見到個人嘅新嘅構造就知道有個創造主，係嘛？我哋唔使走好遠啊，見到四季嘅變化，春夏秋冬。我點解咁神奇噶？一樣，你有冇留意噶？點解啲樹啊，冬季會落晒啲，係咪秋季都落晒啲葉啊？有人知道點解樹秋季會落晒啲葉？跟隨四季。係跟隨四季，但有個原因嘅，點解要落嗰啲葉？阿 Victor 知唔知點解要落嗰啲葉？因為落咗啲葉，冬天落雪嗰陣時候，啲樹枝冇咁重，你知唔知啊？原來有個咁嘅原因嘅喎。有一次嗰個有個姊妹同我講啊，佢話：我點解牧師你知唔知點解秋天要落葉啊？因為冬天落雪嗰陣時候，啲雪砸喺啲樹枝上面，少咁啲葉冇咁重啊。原來係咁嘅原因。你有冇留意？其實世界嘅嘢好奇怪嘅喎，係咪啊？雖然你話世界嘅動物界弱肉強食，但係最少嘅動物都有個生存嘅技巧嘅喎。有冇留意啊？都有佢自己生存嘅技巧嘅。獅子老虎夠厲害啦，萬獸之王最惡係佢啦。但係啲小動物驚唔驚佢？驚，但係點啊？佢總有佢生存嘅技巧，係咪好奇怪啊？點解會咁啊？因為咩啊？因為上帝造天地啊嘛。但係點解人會唔咩咧？唔去接受咧？我哋上次講過啦，因為咩啊？因為撒旦蒙蔽咗人嘅心眼，係咪啊？我哋繼續睇就知啦嚇。咁我放高少少。阿偉賢麻煩你啦，21到25。呢度講到好清楚嘅就係話人咩？自高自大，自以為聰明不當作神去榮耀他。
亦不感謝他。最大嘅問題係人我創造咗天地，供應咗食物唔多謝神無知的心係灰暗開始灰暗最大嘅問題，人最大嘅問題係咩啊？我所有嘅成就都係我咩啊？我一手一腳自己咩啊做翻嚟，係咪啊？好多人都話我嘅成就係因為我咩啊？我努力，冇咩啊？冇去感謝神，唔懂得感謝。睇翻轉頭，其實我哋古人嘅歷史其實我哋古人估到我哋嘅中國人嘅祖先係好懂得感恩，係咪啊？我哋祖先好多感恩嘅。當有收成嗰陣時候，第一件事係咩祖先感謝神感謝上帝，但懂得感恩，係咪啊？而家嘅人係咩啊？科技發達，因為我科技發達，如果我揾咁，根本就要當神冇到啊！最大嘅問題係咪啊？唔懂得感恩。OK， 好，繼續落去啦26到30先冇問題。26到30。因此神人行，他們當做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把純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純性的用處，欲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唔緊要啦，繼續啦，同埋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滿心嫉妒、兇殺、爭競、詭詐、毒害，又是咩？讒毀背後說人的、怨恨神的、背默的、口無的、自誇的、無知的、侮辱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夠啦，讀到晒嘅 OK。當然我哋後面嗰啲唔好講啦嗰啲罪唔好講我哋都知，所以你睇呢個世界就齊晒噶啦。但係我哋留意上面嗰兩句因此神憑任憑他的羞愧情慾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男人也是如此。女人順從棄了女人的順性用處，欲火攻心，彼此貪戀，男的戀慕啦。佢呢啲嗰陣時候講嘅就係咩時候啊？講羅馬嘅時候，羅馬嘅時候已經有同性戀，唔係現代嘅事情。呢幾十年就開啲人話出軌，唔係出櫃，話而家已經唔係啦，係嘛？羅馬嘅時代已經有，再早嘅時候，早過羅馬嘅時候，咩時候有聖經記載？最早嘅創世紀嘅時候，但係創世紀嘅時候咩時候講嘅？所多瑪、蛾摩拉，係咪啊？已經有呢件事情嗰兩個天使入到去羅德屋企，係嘛？啲人要咩啊？啲城嘅人要咩啊？攞佢出嚟淫亂。羅德話唔緊要啊，冇啊，千祈唔可以做啲咁嘅事啊！我有兩個女仲係處女嚟嘅。喂，唔係，我要嗰個天使咁即係人嘅罪性已經唔係現代嘅事情，係嘛？已經係咩啊？人類嘅事情所以點解人罪對整個世界嘅影響嘅咁大所以點解我哋要知道我哋心裏明白我哋基督徒，我哋活在罪中，活在世界嘅罪嘅世界當中。所以我呢兩個禮拜成日講我哋信耶穌，我哋點咩啊？因為我哋需要神，需要上帝去面對呢個罪惡嘅世界，面對呢個紛亂嘅世界，加上我哋自己本身會犯罪我哋實在需要神好。嗰兩句我讀啦31節31、32節，無知的、背約的、無親情的、不憐憫人的，他們雖知道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當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最大嘅問題係咩佢哋做就好啦，佢哋衰就好啦，佢仲要咩叫埋其他人去做，叫埋其他人去衰。喺呢個世界，我哋而家活在處於呢個世界，你就知道係咩聖經好真實係咪聖經好真實。OK，
好啦，我哋睇第二章，有時間睇第二章嘅。睇有冇地方放第二章先。係喺呢度，第二章喺呢度。點解冇第二章嘅？第二章喺呢度。我放翻大啲。咦，轉翻轉頭入去。等我啊，又唔咁。使徒行傳唔係使徒行傳，我要羅馬書第二章。又唔得。好，麻煩阿蘭姐讀啦，第一到第五節啊，第一到第五節羅馬書。睇唔到啊？麻煩你呢個可以整整佢。個尾得晒。睇到啦，蘭姐。我翻嚟。唔緊要，唔緊要，睇唔到我呢度有個非常巨型嘅。你呢個或者複數大1、2、3、4，跟住佢數呢個第一節。你這論斷人的，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諉。你在什麼事上論斷人，就在什麼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這論斷人的，自己所行卻和別人一樣。我們知道這樣的人，神必照真理審判他。你這人啊，你論斷行這樣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卻和別人一樣。你以為能逃脫神的審判嗎？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你竟任着你剛硬不悔改的心，為自己的積怨憤怒，以致神震怒，顯他公義審判的日子來到。唔該晒蘭姐嚇。佢呢度講你這論斷的人，無論你是誰，也是無可推諉。你這論斷的人講邊個？大家估下。你都唔係羅馬人，點會話你啫？你讀緊羅馬書嘛？點解會講你嘅？指到明你這論斷的人，羅馬書俾寫羅馬嘅，點會講咧？書俾寫俾羅馬嘅，咁啲論斷嘅人係邊個啊？羅馬人咯，英姐真係係咪啊？如果你寫俾羅馬噶嘛，咁咪就係羅馬人咯，係咪啊？嗱，我哋留意讀聖經，真係要明白一樣嘢。點解我哋要知道書嘅背景？書寫俾邊個？因為點解啊？書裏面直指嘅係受信嘅人，明白嗎？當然，當然我哋可以將個教導即係放喺我哋身上去學習，但係定咩啊？我哋要明白寫信嗰個係俾邊個啊？羅馬人。這論斷的人，無論是誰。就係話咩啊？不管你是誰咧，去論斷人嘅咧，你就咩啊？唔啱，明白嗎？係啊，你話你問題冇你在什麼事上論斷人，就在什麼事上定自己的罪。
因為這論斷人的自己行的卻為別人一樣，明唔明白？其實係暗示邊個啊？當日講羅馬人咧，暗示邊個啊？邊個知法犯法？我今日先啱先講完，猶太人。其實喺度暗示緊啲猶太人，羅馬教會裏面嘅猶太人。因為猶太人一個非常唔好嘅習慣係咩？驕傲係咩啊？我係神嘅選民。我哋讀呢個羅馬保羅嘅行程啊，羅馬嘅保羅嘅生平，保羅初去傳教嗰陣時候，第一件事咧就去會堂同啲羅馬人講福音。主耶穌復活啦！呢個係你哋嘅救主。羅馬人猶太人唔中意聽，將保羅咩啊踢出去會堂，係嘛？爭啲保羅命都冇埋，因為咩啊？猶太人以為保羅將啲外邦人帶入聖殿，污穢聖殿。猶太人係咁咩啊？個民族性係咁咩啊？係咁執着。有好有唔好啦，當然有好有唔好。OK，所以佢講到你哋唔好論斷人啦。你論斷人咧，就同其他人一樣啦。咁有咩分別咧？係嘛？論斷人第三隻啦，你論斷行這事的人，自己卻行咩啊？卻別人一樣，就好似我哋今日講到一樣。猶太人咩啊？知法犯法。猶太人最大嘅問題係知法犯法。好啦，我哋繼續睇第六節。Alice 係咪你啊？第六節啊，6節到第10節。尊貴和不能犯之福的，就以永生保護他們；唯有激擋不順從真理，凡順從不義的，就以憤怒惱恨保護他們。將患難困苦加給一切所講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卻將榮耀尊貴我加給一切善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所以我哋今日講到咩啊？講到要真。猶太人雖然係生來猶太人，雖然係有立約嘅記號，但係不真的話會點啊？聖經咪講咯，係嘛？將患難困苦加費一切作惡的猶太人並不例外喎，係嘛？唔係因為猶太人就唔會受審判喎，係咪？將榮耀尊貴平安加給行善的人，唔係淨係加俾猶太人喎，要加俾咩啊？希利尼人，希利尼人就係外邦人。你喺保羅嘅書信裏面見到希利尼人就係外邦人。喺呢個保羅嘅世界，一係猶太人，一係外邦人，係兩種嘅啫，冇第三種人嘅。OK，所以你要講到我哋咩啊？要真實，我哋要行道，係嘛？唔係因為資格或者身份。明白嘛？唔係資格或者身份，因為我係猶太人，猶太人乜嘢一樣會受罰咯，係嘛？我行咗割禮，嗰個禮一樣會受罰喎，係嘛？所以千祈唔係因為身份嘅問題唔係因為我係牧師，我係傳道人，唔會受罰。雅各書喺度講到，你做先生你要小心啊，先生呢個罰得重重，所以千祈唔好求。OK， 好，阿英姐麻煩你啦，11到15節。慢慢第2章11、15，睇唔睇到啊？我俾你呢個更清楚，呢個好大㗎，1到15。一次睇呢個，一次係因為上帝不偏待愛，凡沒有律法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結果。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審判。因在上帝面前，不是聽律法的為義，乃是行律法的。正如沒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順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這是顯出律法的用功，刻在他們心裏，他們是非之心中作的見證，並且他們在思念互相交換，或以為是，或以為非。好啦，得啦，停喺呢度得啦，係啊，15節啦。嗱，呢度就講到唔使啦，你擺睇先，一陣先，一陣先俾翻我啦。我唔用嘅，暫時嘅。呢度講到一樣嘢嚇，我哋要明白到猶太人有律法當然好啦，係嘛？知道神嘅旨意，但係外邦人冇律法，又憑着咩啊？憑着良心行事，憑着良心行事，係嘛？因為佢哋講到沒有律法嘅外邦人，若順着本性行律法的事，他人雖然沒有律法，自己卻自己的律法。我哋每個人都有個良知，係咪啊？點解神要俾個良知我哋啊？因為我哋呢個就係自然嘅律法啊嘛。律法寫喺黑板上，寫喺石板上嗰啲條文啊嘛。真正嘅律法喺我哋咩啊？心裏面。OK， 我哋每個人都有個良知。嗱，有啲人當然咧，有人係失去良知嘅，有噶，真係有啲咁嘅人，係咪啊？你見到個細路仔係嘛，冇飯食，我哋正常人一般嘅反應係咩啊？咁可憐，俾碗飯佢食啦，係咪啊？但係有啲人會點啊？你冇飯食關我咩事啫？你唔好阻住我擺喺我門口添啊，係咪咁講？但係千祈唔好俾人咩啊？嗱，利用你嘅良知。咁中國大陸好多係咪啊？知唔知早10年8年前，可能而家仲有細路仔俾人拐咗，斬手斬腳，就係擺喺餐館門口咩啊？乞食去咩啊？去利用人嘅良知，乜嘢人都有呢個世界。但係我哋呢個基本嘅人，基本嘅良心係咪？你見到人遇到好慘嘅事情，因為我哋嘅良知，上帝俾我哋嘅，我哋會咩啊？會憐憫，係咪啊？有憐憫嘅人就會咩啊？神嘅祝福啊嘛，所以我哋要跟隨我哋嘅良知，我哋要懂得憐憫啊，係嘛？我哋見到人過着艱難嘅日子，我哋要身同感受唔可以當聽唔到，當睇唔到。有好多時候我哋已經好盲目嘅，知唔知啊？世界發生咗咁多即係咁慘嘅事情，咁多災難，已經好盲目，好似開槍咁美國開槍打死人。已經係咩啊？已經唔係新聞啦，已經係常聞啦。3頭半個月有一次，你有冇感覺啊？已經冇晒感覺，係咪？因為點解啊？你已經唔係咩啊？奇異嘅事嚟。當然即係聽到，當然係心裏面亦都難過。如果你喺中國大陸咧，你唔好話開槍，你話有人攞刀斬人，你都唔知幾大新聞，係咪咁講啊？你亞洲嘅社會，你話邊度有用刀斬人已經好大新聞，唔好講開槍。美國係咩啊？成日都開㗎啦，話一年起碼開100幾廿次啦，係嘛？已經係咩啊？變成常態所以其實人係有良知嘅，我哋要憑着良心做事我哋中國人成日講句説話係咩啊？對得起自己嘅良心，係嘛？做事情要對得起自己嘅良心。我哋冇猶太人嘅律法我哋冇讀過聖經好多人都冇讀過聖經但係點解你會要知道有良心？點解要知道行好事因為我哋頭先讀咗啦，第1章第20節係嘛？早就放我哋心裏面，不可推諉，唔可以話你唔認識OK， 好，偉賢麻煩你啦，16到20。又相信自己是自己的時間中，當是明白人的思都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識和真理的好嗎？OK，唔該我哋頭先講咗啦猶太人咩咁巴閉因為佢哋有律法。第二，佢哋認識神嘅旨意第三，佢哋係咩可以因為律法嘅緣故教導外邦人嗰啲唔認識律法嘅人，但係佢哋有冇咁樣做係嘛？我哋今日講咗啦，唔花好多時間講啦。第21到第25節
你既然是教導別人，還不教導自己嗎？你講說人不可偷嘢，偷竊啊，偷竊啊，係自己還偷竊嗎？你說人不可奸淫，自己還奸淫嗎？你厭惡偶像，自己還偷廟中之物嗎？你指着律法誇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嗎？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們受了褻瀆，正如經上所記的。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禮固然於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禮就不算得割禮。啊，咁就講咗啦嚇，意思就係話咩啊？嚇，猶太人知法犯法，本來應該係做師傅嘅，本來應該係教導人嘅，但係卻咩啊？啊，佢自己犯罪啦，又奸淫啊，又偷盜啊，又拜偶像啊嚇，所以就最主要係講到係咩？最後尾講到就係話啊，保羅話最主要係心裏面啊，外邊嘅條文、外邊嘅形象、外邊嘅身份都唔係最重要嚇嚇。阿蘭姐冇阿 Alice 讀埋佢啦，好嘛？24到29嘅。所以學禮的卻遵守律法的條例，他雖然未受割禮，也不算是有割禮嗎？而且那本來未受割禮的，若能全守律法，本不是要審判你這有和割禮竟犯屬律法的人嗎？因為外面作猶太人的不是真猶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禮也不是真割禮，唯有裏面作的才是真猶太人。真割禮也是心裏的，在乎靈不在乎儀物。這人的稱讚不是從人來的，乃是從神來的。我今日已經講咗啦嚇，真實嘅真實嘅屬神嘅人係靈裏面、心靈裏面，並不是係守規矩並不是係嗰個身份佢喺內心係身份佢內心。OK， 今日講兩章嚇，有冇其他分享我哋喺主日學嘅教導咧，係會即係比平時講道嘅更多，因為有啲嘢係即係講道時候唔講得嘅，即係嗰啲 detail 嘅嘢啊，或者背景嘅嘢啊，咁所以咧主日學嘅係加強版我相信主日學係加強版希望大家喺主日學學到更多有冇其他分享？好，我哋做個結束祈禱。天父上帝，我哋感謝你，今日我哋明白到一樣嘢呢個身份名分都係外表嘅，真實喺內心裏面，我哋懂得敬畏你，有憐憫嘅心才係真實。我哋做一個真正嘅基督徒唔單止係受浸俾人知道我係基督徒，不單止返教會俾人知道我係基督徒，唔單止係話俾人聽我係基督徒，我哋實在需要行出嚟基督嘅樣式。我哋實在需要柔和謙卑，我哋實在要敬畏你，遵行你嘅律法，成為一個真正心裏面受割禮嘅人。保守我哋回家嘅腳步，在聽禱告奉主耶穌名求，阿門。好冇下唔使。我下個禮拜揾本大啲嘅聖經唔使驚。揾本大啲，大家聽睇到。你帶本聖經要讀聖經要讀聖經要帶聖經